所以咧，我就我都講過好多次噶啦，一路都講咧就話華夏係嘅民族唔係華山下水嘅意思。下咧下水係啱嘅，下水即係今日嘅長江嘅響華中地區、響湖北地區最大嘅支流係漢江或者漢水啊。點解呢？因為呢，所謂炎黃炎帝，黃帝之前500年，黃帝係4600年，4600年加埋就5100年左右。咁樣嘅時候呢，5100年嘅時候呢，我哋中華民族嘅先祖嘅各個響嗰個地區啊，係各領風騷啊，1100年。咁佢哋一向嗰處生存。咁炎黃我哋講係大概係5000年前多啲。咁啊，但係實際上面嚟到講嘅話咧，炎黃之前，炎黃所居住嘅地方都係好近今日嘅河南省。河南省嘅乜嘢嘅地方咧？就係新鄭嘅地方，新鄭嘅地方。咁啊，喺呢個地方咧，附近咧，其實咧，都我哋先後咧，呢幾廿年啊，先後都發現到好多嘅係遺址。咁啊，以過去所傳說嗱，講明傳說歷史之前咧。歷史之前係一啲嘅傳說，咁啊呢個傳說咧，我哋中國人咧一路都講得比較多嘅咧，就係去到呢個伏羲氏啊。我哋講話人類生活嘅一路嘅發展，於是乎咧就分幾個時期，每一個時期咧就有一啲代表人物，譬如話好似有巢氏。因為我哋要住屋嘛，由山洞搬出嚟，然後咧係呢個係建造啲屋苑嘛，有巢氏，又有所謂鑽木水火燧人氏啊，咁啊亦都有所謂伏羲氏啊，教民以係呢個呢個係耕種啊、漁獵啊等等嘅生活方式，以及咧係文字嘅雛形，咁當然有啲就話佢有啲響思想上啊、哲學上面亦都有所發明啊。咁啊，然後咧就再跟住神農氏啊，咁所謂有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跟住嘅話咧，就係呢個神農氏咁樣咯。咁但實際上嘅話咧，就我就可以理解嗰個神農氏咧，雖然而家話神農嘗百草啊，以及一種種嘅傳說，但呢個傳說嚟到講，基本上咧就係人類嘅生活方式係肯定存在嘅。咁只話伏羲氏嚟到講，就將佢稍為咧係比較係神化一啲，再加上咧係一啲嘅意念上面嘅推廣。咁伏羲氏咧係可以雖然間唔係有啲真正神物嘅個發現，但係口語相傳嘅話咧，咁可以追溯到去6000年前。咁但呢個6000年前嘅話咧，已經比較係西方嘅嗰啲所謂古文明咧，都要高㗎啦。而事實上嚟到講話咧，我哋響呢幾廿年啦，我哋有國內嘅嗰啲考古學家咧，先後響好廣泛嘅面積嘅地區，係包括咩咧？由陝西、山西，以到係整個河南省嘅
全部，再加上山東嘅部分，還有河南向南推，今日嘅湖北省，以及嗰個嘅係湖北省之南嘅湖南省，甚至湖南省嘅最主要嘅湖泊洞庭湖嘅周圍都發掘到好多咧係古代先民嘅嗰種生活嘅痕跡咁最具體嘅，而且係最豐富嘅，而且係先進得驚人嘅，就有所謂狡湖文化。狡湖為止，狡湖喺邊度咧？狡湖就喺河南省嘅地方，河南省嘅地方呢個係發掘到嗰啲嘅達到7000幾年至到9000年前之間嘅先民嘅生活包括佢哋嘅個甚至到係個穀物嘅栽種，穀物嘅栽種唔係野生嘅栽種，係有計劃嘅嚟到去生產嘅。咁以及咧，甚至到係嗰啲嘅嗰啲類似於文字初形嘅一啲嘅符號嘅痕跡，同埋嗰啲嘅有一個最令人驚訝嘅，就係由嗰啲嘅雀鳥，巨型嘅雀鳥嘅嗰個翅膀嘅骨嚟到造成嘅嗰啲樂器，嗰啲笛之類嘅吹奏嘅樂器。咁呢個咧覺得具體嘅咧係響呢個河南嘅博物館嗰處咧係呈現咗出嚟嘅。咁而如果數到9000年前嘅話咧，老實講就比較全世界嘅任何嘅，你埃及又好，或者係呢個古巴比倫，或者比較古巴比倫仲要早一啲嘅，約莫係距離而家大概6000年左右嘅所謂蘇美人。蘇美人喺邊度咧？就係響嗰個巴比倫所生活嘅地區。巴比倫係3000幾年前，古巴比倫係4000幾年前，同一個地方，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兩河流域。所謂兩河流域，即係今日嘅伊拉克嘅沙漠嘅中間有一個湖泊。咁呢個湖泊咧就由一個叫做幼發拉底河同埋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所形成嘅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呢個地區喺3000幾年前咧就係巴比倫人，4000幾年前咧就古巴比倫人，再推前啲嘅話，去到6000年前咧就蘇美人。話文化好先進，先進到你難以想像。咁我哋中國咧，西方有啲嘅學者，有啲中國嘅考古學家，好學唔學咧？好跟唔跟咧？又跟咗西方一啲嘅刻意嘅要矮化中國嘅嗰個文化同埋歷史，所以咧就話中國你講乜嘢都好啦，總之我哋只承認咧你嘅歷史咧就由商朝開始，即係大概3000年前，3000年開始，因為商朝嘅時候咧好明顯嘅一個好龐大嘅帝國而且咧係一個半流動嘅、半軍事嘅半農業又半呢個係遊牧嘅民族有600幾年嘅歷史，咁有好多嘅覺得銅器，亦都有啲甲骨文。
咁因此我哋承認咧，你中國咧嗰個歷史咧可以由嗰陣開始，3000年開始。之前嘅話咧，你哋講咩夏朝有400幾年又好，或者咩唐咧皇帝專喐帝、皇帝、堯帝、舜都唔算數，夏都唔算數，因為我哋咧係睇唔到夏嘅嗰個文物嘅被發掘。嗱，咁呢個就西方嘅嗰啲矮化中國嘅歷史同文化。咁啊，我哋中國竟然間亦都有啲人咧，呢個係10有20歲，咁啊係咁咧，就都認為咧中國嘅歷史咧，舜史時代嘅開始咧，就由商朝開始。咁呢個咧，事實上咧，就近呢幾十年咧，我哋先後喺河南地區發現到好多好古舊嘅我哋先民嘅生活方式。我剛才所講嘅嗰個賈湖文化，就喺今日嘅河南省嘅漯河市，所以漯河市咧就3點水一個雷，3點水一個雷，讀音咧廣東音係讀個樂字普通話就漯河市。咁啊，漯河市嘅呢個一個叫做賈湖嘅地區，好驚人，9000年前，9000年前。咁無可否認，中國嘅先民，中華民族嘅先民最龐大嘅中心都仍然係河南省，然後一路擴展到山西啊、陝西啊、河北啊、山東啊，跟住南方嘅北湖南。剛才我講過啦，就話去到湖南省，今日湖南省嘅北部嘅洞庭湖嘅周圍發掘到，都雖然間冇9000年，都有700-8000年嘅具體數量眾多嘅先民生活嘅痕跡，同埋佢哋遺留落嚟嘅遺跡。好啦，咁因此嘅話咧，有啲朋友一方面佢哋對中國嘅歷史文化好有興趣，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好歡喜係聽我講，或者係嗰個錄影嘅也好，或者現場嘅也好，咁啊有好多朋友亦都俾意見俾我。佢知道啦，佢知道點解最近幾次開始，我恢復嗰個嘅錄影與中國有關嘅種種嘅歷史文化，係由於咧，就係因為我過去曾經有過幾次，主要係有3次啦。每一次咧都係由南方嘅廣州出發。比較早期啦，唔係今日嘅有咩高鐵啊、龐大嘅航空啊，嗰啲好方便、好具體、好宏偉嘅交通嘅基建。而我咧就係響較早一啲時間，包括10幾20年之前，咁單槍匹馬係帶住一啲嘅龐大嘅呢個應用物品，
咁然後咧循着陸路經由嗰個火車，唔係高鐵啊，以及長途嘅班車去呢度去嗰度，有個方向，但冇具體嘅嗰個編排。咁啊，於是乎一省一省，所謂一州一州，一縣一縣，咁啊轉轉接接，每一次咧都10幾省。講個笑話咧，就比較呢個90年前呢個中國共產黨嘅軍隊離開江西，由於都出發係一路向西，咁啊經過咧係好幾省，10省8省，然後最終咧去到呢個陝西省嘅北部，陝北嘅延安嘅地方。咁啊，然後咧就一路咧係響度咧又對抗國民黨，又呢個呼籲呢個嗰個抗日。咁直至到咧後來就終於咧係國共合作嚟到抗日。咁啊，直至到係日本投降。咁呢一個嘅所謂經過可以講10省8省，嗱我哋有數得計㗎，由江西、湖南、貴州、四川然後咧就一路咧去到甘肅，再去到陝西。咁佢哋稱為25,000里長征。其實嚟到講咧，所謂25,000里長征咧，其實係咩嘢咧？其實係避免被人數佔多嘅國民政府嘅軍隊嚟到去係以多嚟到勝少，所以就避其鋒，就以保持實力。咁啊一路經過咗川州過省，到最後去到陝北。咁呢一個咧就稱為25,000里長征。響呢個中共呢個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係一路取得到成功嘅過程嘅艱辛，其中嘅最艱辛嘅一段咧，可以講係呢個軍隊係由江西向西遷移，一路到最後咧就去到呢個陝北嘅地方咧係轉定穩定落嚟，咁然後咧係加以擴展。咁所以咧，佢哋稱為25,000里長征。呢25,000里長征喺中共嘅歷史上面嚟講，係一個係好重要嘅一段嘅歷史啊。咁呢一個嘅25,000里長征講個路程嚟到講啦，講句笑話啦，我每一次咧係單槍匹馬攞住行李循陸路一站一站一個區一個區，一省一省咁每一次嘅話咧都經過大話得起碼係1個月嘅時間，或者甚至到個幾月嘅時間。而其開始嚟到講嘅話咧，就係我過去都講過啦我最主要咧就有3次，好大規模、好長遠，咁係包括咩咧？第一次咧就係響嗰個廣州出發，經過湖南、湖北，當然一去咧，因為搭火車一去咧就去到嗰個嘅湖北，再然後咧就去呢個河南。喺河南嘅鄭州、開封、
登封啊，然後進入一個關中，即係我剛才提到啦，關中。關中咧，即係西安嘅地方，西安嘅地方係陝西省裏邊咧係最精華嘅地方，兼夾又係咧，我哋有一句話叫做得關中者得天下，因為關中咧係又可以係呢個固守啊！如果能夠得埋嗰四川嘅話咧，四川啊，以關中嚟到作為咧係所謂進則可以攻，即係向東面進攻啊！周嘅時候都係咁啊，先取得呢個取得呢個關中嘅地方啊，建立州。然後咧就再以關中咧嚟到作為一個根據地，向呢個關東，即係河南以東嘅地方嚟到進展。咁如果唔向東方嚟到進攻嘅話咧，就可以固守關中。若果固守關中嘅時候能夠得埋四川。哇！呢個四川兵多糧廣啊，咁所以糧食嘅糧，因為四川咧係天府之國，咁所以咧就往往咧得到關中，再得埋四川天府之國咧，就好容易得天下。咁當然歷史上就有個笑話，就話最傻咧，都係項羽啊！以項羽之武力，如果佢據守關中，然後以關中為根據地，再開始係穩紮穩打，一步一步嘅向各方面咧嚟到去發展嘅話，佢肯定可以得天下。但係咧呢位人哋話佢匹夫之勇，但實際上咧就匹夫之勇係一面，再另外咧其實咧嗰個項羽啊，西楚霸王咧，其實咧係都幾有仁慈之心嘅啊！佢有陣時咧係往往係唔忍心咧以一種獨立嘅方式咧嚟到去對付佢嘅敵人，咁所以終於到最後咧吃虧失敗，咁所以咧你話項羽係匹夫之勇啱，你睇佢啊！劉邦先入關中，然後劉邦知道形勢不如人，於是乎咧就願意啦係離開關中去呢個遷移到去呢個四川同埋呢個陝西之間嘅嗰一帶，咁等待以後嘅機會。咁本來你項羽嚟到講話咧，就據守嗰個關中咧，就係最上算啦。但點不知道佢竟然間覺得佢遠離故鄉。如果佢唔翻去故鄉，唔翻去江東，唔翻去彭城，哇！佢嘅威水係何以向江東父老嚟到去係炫耀咧？咁所以咧，佢就放棄關中。但佢放棄關中都不特止，仲要將關中咧嚟到封俾元底響秦國，為秦國對楚。點解對楚？因為秦滅六國之後咧，都有個講法：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因為楚國咧嘅反秦嘅意志咧就好強嘅，所以即使楚國即係呢個講法啫即使咧係佢成咗三戶，你唔好講話一家三口嗰種三戶啦，即係三個大家族，亡秦必楚，秦之必亡。
必然係楚國。咁果然實上係喎。後來嘅話咧，秦始皇去世之後，佢嘅後繼都係好短暫、好快脆呢個跟住嘅話咧，就俾楚國嘅最先陳勝同埋吳廣揭竿起義，跟住咧就楚國貴族嚟到去號召係秦王拱翻楚惠王出嚟到向秦國咧反攻。咁所以嘅話咧，事實上證明嘅話咧，就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啦。呢一個講法嘅話係4個字，不無道理真係不無道理。咁事實上嘅發展係咁啦。咁當然勢力最龐大嘅就楚項羽。楚項羽入咗關中，竟然間話要翻去，如果唔翻去呢個江東嘅話，就有如衣錦夜行。衣咧就即係衣着嘅衣，因為係動詞，所以唔清楚衣錦夜行係衣錦夜行，穿着啲咁呢好靚衫，但係喺克卜勒國嘅呢個夜晚上面明明太和適，所以咧攞到個咁大軍功，於是翻嚟。咁但係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將佢係由嗰個嘅你嘅手下楚軍嘅某一啲人嚟到分別分區嚟到管理啦。但佢唔係喎，佢竟然間將秦嘅故地，即係關中啦，秦帝國嘅嗰個大本營嚟到去分俾秦國嘅3個將領，最著名將領。喂，咁佢完全咧係冇功，佢係你嘅敵人你唔想辦法嚟到去係控制佢，反而將秦國嘅土地咧嚟到去封翻俾呢個楚國3國嘅將領而成為嘅貴族。咁楚人楚軍看在眼裏，當然唔認同呢樣嘢我哋打3打4，一啲分封賞賜都冇。佢哋本來係我哋嘅敵人，但而家咧佢完全冇寸功，你竟然間係咁大筆嘅禮物送俾佢。咁於是乎嘅話咧，秦人有乜法子唔反你楚啦？係咪？咁好啦，咁講翻呢個華山下水嘅問題啦。咁我講過啦，下水係啱嘅，因為下水即係漢水。咁嗰個漢水即係下水，佢其實係發源響邊度啊？發源響我哋知道湖北係響中央，即係我先定位響中央，因湖北嘅東面咧，就安徽呢啲地方。咁西面咧就四川，北面咧就河南，西北面咧就陝西。陝西我講過啦。陝西嘅北面聯同埋山西北面係黃土高原，黃土高原嘅南邊同埋更加南嘅秦嶺之間係一個係渭水嘅流域。咁呢個渭水流域同北面嘅黃土高原、南面嘅嗰個秦嶺所形成嘅咧係關中盆地。咁呢個漢水即係古代嘅下水就發源響，其實咧係
近乎秦嶺嘅地方，秦嶺嘅地方。咁啊，然後咧就向東南流，就流入嗰個湖北，因為湖北根本上同陝西係接壤嘅個邊境，咁就響嗰處一路向東南流到去今日嘅所謂武漢。武漢即係武漢三鎮，武漢三鎮即係長江東面嘅武昌，同埋長江西面嘅漢水，同埋漢陽。漢水係響北面，漢陽係響南面。佢兩個地方中間有條漢水，漢水係發源於秦嶺向東南流，就響嗰度武漢三鎮嘅地方咧，就流入埋長江，所以就叫做武漢三鎮。武漢三鎮，武昌、漢口同漢陽。咁因此咧，今日叫做漢口嘅地方，即係武漢三鎮嘅其中一部分。以前就叫做夏口，譬如好似響三國時代啦，經常係一軍事上面嘅要衝嘅地方，同埋嗰啲嘅重要河流，因為河流係咩啊？灌溉啦、民生啦、交通啦，好多種嘅方面噶嘛，係嘛？咁樣所以咧，凡親係河流交接嘅地方，係兵家必爭嘅地方。咁所以咧，我話華夏係嘅民族，下水係啱嘅，但係華咧就唔係華山。我剛才講啦，華山係五岳之一，係響陝西省嘅地方，近關中嘅地方，係秦嶺嘅延伸嘅一部分。佢係五岳裏邊比較高啊，但只係比較高啫，唔係認真高，只不過係1000多米高。咁啊，1000多米響同嗰個青藏高原或者西南嘅雲貴高原係嚟到比嘅話咧，係相差太遠。咁其實嚟到講話咧，嗰個華咧，我過去一路都講，其實咧呢個華字咧係個花字，我哋今日草